为了带南业务先进运输的梦想，市府跨区域进行钉钉塔塔规划甲审查作业，甚至局长伫专案报告形容是咱公共运输最后一块拼图。不过议员并无认同，因为包括公车资本化、转运站的开发等公共运输的改革并无做好，尤其溪北的公车路网甲市区资源呈现严重落差。要求一定要优先做好原本的公车网甲定位系统，以及加强消防公车等工作。我是希望讲公车会当甲囡仔再去读册会方便，唔免去行作远，因为班数少，你也惊伊等足久，有的细车变大车，啊，个拜托甲调查好做好到。哦，我希望啦吼，我个人代表阮哩附近的，希望讲公车会当自动化调整，山顶啊老人要来看病，哦，叫计程车会当方便，小员工做好便，还加减啊分享咱都市化一些成果，啊无合并，老实讲诶，带来啥？捷运真的是最后一块拼图吗？我个人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想公共运输大众公共运输是我们都很在意在乎的。我们先针对说，我们先不管说这个所谓捷运，这个捷运将来要花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好，但是我们既有的，包含公路网、交通那个铁路网，以及我们现在的公车的路线，是不是真的就做好了？是认为你的思考点有没有去思考？刚刚我认为尹爱达利议员讲的一个地方很好，你原先旧的东西有没有去把它处理好？比如说转运站的开发，就举我们关庙的转运站，你开发是失败啊。对此，议员嘛烦恼台南并质问，因为经费庞大会摆开现有公共运输的资源。对此，局长王秉德强调，资源一定是以现有优先。资源我们一定是 focus 在这边优先处理，那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就目前还可以精进的地方再精进这一做。是你们不知道哪边可以精进，还是精进不了？知道，是我想。刚刚议座提到的这个如何在衔接上或者是在资讯提供上能够更进一步，我想我们会在我们现在的公车动态资讯提供还有班次的安排上，会来做一个检讨跟处理。根据了解，考虑到经费等相关问题，交通局原本提报的规模较小，但交通部审查以后，电导建议要有完整的路线网，同时配合现有公车的路线来培养使用公共运输的人口。今日新闻，郭文吉、林庚采访报道。